同大家分享下我創作呢首歌《Care in Action》呢首歌嘅一啲背景同埋故事啊。咁其實呢首歌咧，我創作嘅時候咧，其實好想咧送俾一啲喺病裏邊嘅朋友啦，特別係患癌症嘅朋友啦。喺患癌症嘅當中，其實面對好多困難啊，都有時真係好孤單啊。但我想同佢哋分享咧，佢喺身邊咧唔孤單㗎，其實有佢哋嘅親朋戚友啦，甚至係好似天使喺佢身邊出現。呢首歌嘅歌詞我會寫話咧係原來發覺有你在我身旁。呢首歌咧我個名叫 Care in Action， 點解咧？我想呢個關懷咧係用行動嘅，唔好得個講字嘅，係真係要用行動咧去關心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佢雖然有困難啦，佢嘅困難咧係有上帝嘅同在啦，同埋去俾力量佢哋跨過呢啲困難。另外都好想分享呢首歌，我就輕快嘅拍子去創作啦。面對困難唔需要去愁眉苦臉嘅，係喺嗰個困難嘅裏邊咧，我哋要用一個輕鬆嘅心情，用一個活躍嘅心情去面對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更加有力咁樣去面對咯。好開心能夠咧係參加真正傳播呢個微觀愛創作嘅比賽活動啦！多謝咧支持我嘅弟兄姊妹啦、親朋戚友啦，咁到場咧同我一齊去參與呢個盛會，喺呢度都同你哋講聲多謝。咁咧就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啦，亦都希望呢首歌咧能夠祝福到更多嘅朋友。行動啊！準備一首歌咯喎，大家投入啲咯喎。將你嘅關懷，將你嘅愛，佢嚟傳出去，讓人去感受到上帝。這世界中有太多沮喪，不需擔心，始終有盼望。過去未留意身邊境況，然後察覺有你在我身旁。碰到挫折我也不沮喪，你叫我滿有信心盼望。這挫折令我更懂得去愛，還讓我的天空變得晴朗。將灰心失意踢開，世界是那麼精彩，我要伴你齊踏上一起去喝彩，將心扉一再打開，世界是那麼可愛，手牽着手去關愛 Care in Action。這世界中有太多沮喪，不需擔心，始終有盼望。過去未留意身邊境況，然後發覺有你在我身旁。碰到挫折我也不沮喪，你叫我滿有信心盼望。這挫折令我更懂得去愛，還讓我的天空變得晴朗。將灰心失意踢開，世界是那麼精彩，我要伴你齊踏上一起去喝彩，將心扉一再打開，世界是那麼可愛，要牽手腳去關愛 Care in Action。